不老男神李准基复活重生，一举击破10年冤案。新闻正播报一起恶性案件，一名男子因多年好友欠钱不还，入室将他残忍杀害。但嫌疑人蒲某却在案发现场表现得十分惊恐，不承认自己杀过人。警察为了早早结案，丝毫不在意他的话。蒲某的儿子尚万相信父亲是无辜的，看着含冤入狱的父亲，悲痛万分。西柚主动找到尚万，承诺会帮他父亲洗刷冤屈。西柚清楚在未来这起案件要在10年后才能真相大白，但现在他希望尚万能专注于学习，努力坚持到沉冤昭雪的那天。西柚找到检察官前辈，说出了案件的种种漏洞。检察官立即审讯了被害者妻子，原来她不仅出轨，还为了霸占财产杀害了自己的丈夫。她当时看到蒲某持刀威胁丈夫还钱，反被丈夫无情逼走，觉得这是个绝佳的机会，反正这种人死了也活该。检察官按照西柚给的线索顺利完成了案件，还获得了金部长的称赞，更加感谢西柚的帮助，但也不由得怀疑他是如何知道内幕的。西柚只好溜须拍马蒙混了过去。蒲某无罪释放，一家人终于得以团聚。原本未来的尚万花了整整10年收集证据，拜托西柚才洗刷了父亲的冤屈，而这次西柚希望他的帮助能改变尚万的一生。韩美也迎来了高考，西柚特意来为他加油鼓劲，还送给他当时自己高考用的笔。韩美看着西柚离开的背影，心中十分感动，想要努力成为更优秀的人，可以站在西柚的身边。李准基开启上帝视角，拯救渔网辣妹和憨憨小弟，成立复仇小分队。韩美和尚万都如愿考上了梦想的学校。韩美第一时间就想和西柚分享这个好消息，却接到了金部长的电话。作为父亲，没有一丝祝贺和关心，只让他记住不要选择公开名字的职业，不然就别想继续在韩国生活。西柚得知韩美考上了新闻专业，鼓励她一定会成为一名优秀的记者。韩美很感谢西柚没有放弃自己，让她真的完成了梦想。西柚回到店里，看着父母愁容满面，有点一头雾水，直到父亲拿出入伍通知书，西柚崩溃不已。那么可怕的军队生活，竟然还要再经历一次。瑰丽和明秀都很震惊，但入伍是不可避免的，也只好劝说西柚接受现实。西柚将这个消息告诉了吴爷爷，担心那笔资金空置2年太过可惜，打算先交回给吴爷爷管理。重生回到了学生时代，西柚救下了本该车祸离世的父母，还拯救了许多人的命运，更加坚定要改变未来，守护他珍视的人们。西雅早早就在西柚家门口等着，西雅也即将去留学，他挽上了西柚的胳膊，西柚有些不知所措，随后2人互相握手道别。时间一转眼来到了7年后，西柚成为了一名首席检察官，但作为研修院第1名的高材生，他却没有选择待在首尔，而是来到了这个落魄的江原检察厅。同僚向西柚介绍，虽然身为检察厅厅长，但却被地头蛇们压制，只能忍气吞声。毕竟在乡下，人脉比法律好使。西柚决定帮助厅长一起回到首尔，他清楚厅长是因为个性刚直才会被下放到这里，但不希望他继续埋没自己的能力。正义检察官不畏恶势力，只身闯入，以一敌百。西柚找到吴爷爷，尚万也因为西柚的缘故，在吴爷爷身边学习和照顾他的生活起居。被西柚改变了人生轨迹的尚万，也成为了一个开朗的少年，一心想要报答西柚，成为他的左膀右臂。2人伪装来到秘密赌场，进入一道道暗门后，终于来到了疯狂的赌场。西柚连连与胜利擦肩而过，霸气将剩下的钱都押上了。随后，小姐姐与老板一个眼神交流。正当要开奖的时候，西柚却根据小姐姐的微表情更换了号码，西柚却还是输掉了赌注，与小姐姐握手后便离开了。尚万猜出西柚是故意输掉的，但想不明白他这样做的理由。热血检察官的工作不存在摸鱼，大冤种下属却要被逼疯了。小姐姐与西柚单独见面，介绍自己叫雅珍，也猜到西柚当时是故意输掉的。那时2人握手时，西柚偷偷塞给他一张纸条，说有话要对他说。西柚亮明身份，想要知道赌场老板的信息，随后向厅长请示增加警力协助。厅长担心行动太过危险，但西柚一意孤行。西柚只身来到赌场，一个电话，场内瞬间一片漆黑。西柚以一敌十，轻松击败了混混们。赌场里虽然人多势众，但对于武力值满分的西柚来说，根本不值一提。西柚根据雅珍提供的线索找到了密室，但一个男人的出现却让气氛紧张了起来。西柚来这里的目的就是为了他，想要将他也收入麾下。2人随即展开一番打斗。西柚清楚这个男人过几年就会成为全国第1拳手，但他要阻止他误入歧途。厅长来到现场，却二话不说就狠狠扇了西柚一个耳光。